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上一條片我哋原本計劃去到馬特洪峰，但可惜因為天氣問題，最終未能成行。不過都因為咁，我哋意外去咗 Blauwhut，仲見到一個非常靚嘅高山湖。如果你未睇上一條片，記得可以返去睇返。片名叫做錯失馬特洪峰，意外發現絕美珊瑚。而今次條片，我哋就會同大家分享我哋喺海拔2620米嘅山頂餐廳食 lunch 嘅體驗。呢個高度其實都幾高，坐喺度食飯感覺真係好特別。由個湖行去餐廳大約需要10分鐘，不過條路其實都幾多石頭，而且有少少斜坡。如果體能唔係太好，可能都會覺得有啲吃力。但一路行一路望住周圍嘅山景，其實都幾值得。我哋今日食 lunch 嘅地方就係呢間叫做 Flughub Mountain Restaurant。呢間餐廳其實已經有超過100年歷史，最早係一間山區小屋，主要提供住宿同餐飲俾登山人士同旅客。而家就變成一個非常受歡迎嘅高山餐廳，位置非常靚，好多遊客都會專程上嚟食一餐。我哋選擇咗坐戶外位置，因為可以一邊食飯一邊望住周圍嘅雪山同草地，感覺真係好放鬆，好有度假 feel。我哋叫咗一份 hash browns 配 ham、雞蛋同沙律。個 hash browns 炸得非常香脆，外面金黃色，而入邊嘅薯仔係一條條嘅，口感好有層次，食落去好香，亦都幾飽肚。加埋火腿同雞蛋，整體味道都幾豐富，係一個好 classic 嘅瑞士山區菜式。另外我哋仲叫咗一個自家製薯仔湯，呢個湯質地非常 creamy， 口感好滑，而且味道都幾濃郁，帶有少少煙肉嘅香味，再加埋香草 marjoram， 令整個湯更加有層次。餐廳仲會附送幾片麵包，用嚟配湯一齊食，非常暖胃。食完 lunch 之後，我哋就慢慢行返去 Blauwhut Station， 整個路程大約需要40分鐘，其實都幾舒服，可以當係飯後散步。行到 station 附近嘅時候，我哋見到一群羊喺草地上面自由自在咁行嚟行去，佢哋完全唔怕人，好悠閒。我相信呢啲應該就係我之前喺 Sellis 休息嘅時候見到嘅嗰一班羊。其實佢哋係瑞士一種好有特色嘅山羊，叫做 Valley Black-necked Goat。佢哋最大嘅特色就係身體一半黑色一半白色，而且毛非常長，可以幫助佢哋適應高山比較寒冷嘅天氣。喺瑞士嘅山上面見到呢啲畫面，感覺真係好自然，好 peaceful。之後我哋就搭返同一個交通工具落山，先坐 cable car， 再轉乘地下斜行纜車，慢慢返去 Zermatt 小鎮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都鍾意呢類瑞士旅遊分享，記得幫我 like、留言、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你嘅支持真係對我哋好重要。下一條片我哋會帶大家去食一個好有特色嘅晚餐。我哋點咗一個 steak on hot stone， 牛扒一上台就吱吱聲，仲可以自己控制熟度，一路煎一路食，真係好有趣又好香。記得唔好錯過下一集啦！